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回应东突厥散存在种族灭绝的声音时表示，这种说法荒谬绝伦，完全是别有用心的造谣，彻头彻尾的谎言。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在举行记者会时，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记者提问。王毅表示，所谓新疆地区存在种族灭绝的说法荒谬绝伦，完全是别有用心的造谣，彻头彻尾的谎言。一些西方政客宁愿相信几个人编造的谎言，却不愿听取2500多万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这只能证明他们企图人为制造出所谓涉疆问题，破坏新疆地区安全稳定，阻碍中国发展壮大。最近，一项中国对东突厥散转移就业计划的深入研究，清楚地表明了将维吾尔人同化为汉族的总体目标。这份报告已发给中国高级官员。BBC 也看到了这份报告。与此同时，英国广播公司获得的新数据表明，中国当局对拘留营中的妇女进行了有计划的强奸、性骚扰和酷刑。加拿大和荷兰议会已承认中国对维吾尔人的镇压是种族灭绝。据中国媒体报道，所谓新疆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进“十四五”期间所谓新疆数字交通和新基建的融合发展，助推所谓新疆高速公路智慧化和交通产业数字化转型。报道称，所谓新疆交投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合作，打造智慧出行新业态，让人、车、路、环境等高速公路交通系统的基本要素通过前沿信息技术融为互相协调、互相依赖、互相作用的有机整体，推动高速公路的建设、管理、出行等方面的数字化转型。今年初，华为的一项专利被发现，可以在行人的图像中识别出维吾尔族人。美国一家研究公司发现，其内容指称华为测试了一个自动报警软件，能够在监控摄像头识别出主要维吾尔族成员。中国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表示中国的2021年增长目标确定为至少6%，国防预算计划增长6.8%，达到2090亿美元。李克强强调，坚持创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3月7日出席记者会时，就台湾问题表示，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妥协余地。王毅说，第三，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妥协余地，没有退让空间。我们敦促美国新一届政府充分认识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彻底改变上级政府越线玩火的危险做法，慎重和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对此，台湾陆委会当晚回应称，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警告阿富汗，如果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不能加紧考虑加速和平进程的建议，阿富汗可能不得不独自面对塔利班的袭击。布林肯在致阿富汗总统的一份信中说，总统先生，我还必须向您表明，随着我们的政策进程在华盛顿继续推进，美国没有排除任何选项。我们正在考虑在5月1日前全部撤军，同时考虑其他选项。布林肯担心这可能导致安全局势恶化，塔利班迅速占领领土。他补充说，我向你表明这一点，以便你理解我在这份信中概述的共同努力的语气的紧迫性。